请问有一句结句啦话叫做20扭，是讲迄个人安怎死呢 ？A. 近视 ，B. 散食 ，C. 学问无好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 20扭。 20秒。我感觉是 A， 伊是因为结句啦话，系对，结句啦话结句啦话，因为感觉可能是伊近视，所以讲伊看无清楚。比如讲2斤，也是讲比如讲30扭、40扭，嘿，看了唔对。甲20扭看到1斤安尼。这是我的感觉，我唔知影啊。阮的水啊，伊是讲伊感觉是 C。哎呀，我想讲是 C 呢，学问无好。因为就是要多不多，要少不少这样子啊，趁无钱呀嘞。哦。安尼水啊，水啊这，个无要听你的。我听你的，因为今仔一开始吼，秀讲哦，咱应该定听这种人的意见。原说，迄就是正确的答案，对无？对。咱来证明一摆看这种的思考的观念，敢对？对啊，对。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好，你的答案是学问无好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学问无好，对唔对？水啊，我敢袂当相信你。来，你的机会过来咯，8000的哦。是近视还是散食？20秒。 20扭感觉，阮拄则是，甲钱共款啊，甲钱有关系啊。跟钱有关系。哎呦，所以就所以是什么？是散食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散食对唔对？结果是真简单。好，不要紧，来老师解释。好，咱这个有一句话讲半斤8两嘛，所以一斤的16两，然后佮加4两，所以就变做1斤4两。咱的台语的量词内底，那1斤4两，迄个头前的斤拢无咧用，所以就叫做斤丝。那1斤半斤叫斤半，咱台语的量词是安尼用，所以伊是斤丝，斤丝迄个音斤丝，斤丝就是目睭无好啦。目睭无好。